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透过你圣经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宝珠，也透过你圣经当中的奥秘，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更多。祝福我们早晨的礼拜，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在教会当中或者在线上，都求你的恩典赏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当中，如果我们有特别关注新闻，你会发觉最近在中国有这个亚运会啊，在中国有亚运会。那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拳手也有参加亚运会的比赛。特别在前几天，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看到台湾的滑轮选手跟这个韩国的滑轮选手在终点线前，他们要争第一名跟第二名。那于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滑轮选手呢，快到终点前做一件事情，他把双手举高，因为他以为他要赢了啊。但没想到我们台湾的拳手脚比较长啊，就马上伸出去，那于是压到线。那最后看的结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拿到了金牌。而在这些运动员，这几个礼拜有很多的比赛，事实上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不断的追求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荣誉，就是他们一生当中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装备，就是为了要追求那个很大的荣誉。而除了这个银牌这个落败的韩国选手可能就要遗憾一点之外，其实认真看这些上台领奖的选手，不论拿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你会发觉多数人他们的脸上都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他们一生穷极追求的一个目标，努力了那么久，终于拿到了一块奖牌，终于可以站上世界、站上亚洲的顶端。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完成了很重要的目标，他们终于达到了人生的一个巅峰。但同样，我也想要问大家一件事情是：那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也让你是感到非常快乐的，甚至让你感到非常有成就感，甚至你觉得得到这一切，你就觉得哇，非常的棒。你会以什么东西为你生命当中最为喜乐、最为快乐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人对我的评价、对我的看法，觉得你做得很好，觉得你一切的表现都很棒，你觉得这是我很快乐的事情。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有赚到非常多的财富，我有很多的钱，这对我来说是我人生当中最喜乐、最快乐的。有些人觉得我事业很有成就，这是我人生以你为乐的事情。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家庭非常的棒。我的孩子的表现在学校、课业、在工作都表现得非常好，我非常的开心。有些人也觉得我的工作，甚至我在教会的服侍，我因此这件事情当作是我生命当中、人生当中最快乐、最棒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你对于以什么事情为乐这件事为乐，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所想象那件以你为乐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当中，对多数你对圣经比较了解，在教会比较久的基督徒，你对这个故事你有一定的熟悉一定的熟悉。你发现在这个经文当中，我想玛利亚跟马大，我们刚刚所读的，他们应该也是个我想他们一开始应该都是很快乐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到他们家中。而且我想，这对他们讲，或许是个人生很高峰的时刻。耶稣来，就好像一个大人物来到我们家中，要当客人一样，就好像你一个非常喜欢的偶像明星，你非常欣赏的一个人，他来到你家，你应该很开心，你应该觉得那天应该是最棒的一天。但却没想到，我们刚的经文，我们一起念到最后，你会发觉，有一个人好像不是很开心，他觉得我自己好忙哦，在忙好多事情。但是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却是在那边专注的听耶稣说话。耶稣还说他选择一个上好的福分，你会觉得奇怪，应该是个快乐的一天，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人生是最可以说是很巅峰的一天，但好像有人不是很快乐，但好像也就很得着了。其实耶稣在讲故事的时候，或者是耶稣在跟这些门徒、跟群众、跟他的学生在一起，耶稣在谈论的很多事情，往往都在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生命的工作。就是做出选择。耶稣常常在他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跟这些群众在讲论的过程，
时常都在教导他们一件事，就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出许多的选择，我们生命当中有非常多不同要决定的事情，有大有小。但是耶稣常常讲的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抉择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这2对姐妹，她们有自己的选择，她们有自己她们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今天的故事，我们所读到发生在一个伯大尼的村庄，耶稣拜访了这个家庭，而从圣经来看，这是耶稣最后一次拜访这个家庭。这个是马大、玛利亚是拉撒路的家。从其他的圣经、约翰的福音来看，你会发觉耶稣跟这个家庭的关系，事实上应该不错。约翰福音的11章5节，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所以你发现，耶稣跟这个家庭的关系应该还不错，跟他们的家庭成员应该都是彼此有认识。但在这样的拜访的过程当中，虽然耶稣好像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耶稣，但实际上我们从刚刚的经文又发觉一件事情，好像他们并不是他们认识耶稣，甚至他们也还不大知道耶稣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有什么样的产生什么样的果效。而且在经文当中，我们只看到耶稣有一天到这个村庄去，他没有说是哪一天，代表这可能就只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天，并不是什么大的节日，或是已经定好说耶稣说我那天就来，而是在某一天耶稣就来了，代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耶稣就突然的拜访。我想我们很多的每天生活当中许多的小事，许多琐碎的事情，事实上也一点一滴塑造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塑造我们对信仰的价值是什么。我想耶稣在日常生活中去拜访这个家庭，似乎也看出这个家庭当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习惯当中，如何对信仰的反应，如何对生命的反应，反映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而这个经文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人他们觉得马大没有做错，一个大人物来家里接待他，很合情合理嘛，而且又是耶稣来，犹太人又是个很好客的民族，有耶稣来，学生来，然后又是这么重要的人，马大一定是很努力准备。但是这个支持马大人就说马大很棒，就是他很用心预备这一切，那个玛利亚才是那个不帮忙的，好像才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好像才是比较不对的。但是也有一派支持玛利亚说，玛利亚这样才对哦，耶稣来嘛，那就是这个要专心在耶稣面前。马大这样不好，一直在忙，都没有在听耶稣说话。那到底哪一个做对了，哪一个做错了？哪一个做对了，哪一个做错了？事实上，两个都做对了，两个事实上都做对了，但是在于心态上如何去选择。所以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也再次来去思考，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一起的分享，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可以选择的事情？我们大概以什么东西以什么东西为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寻找一个正确的方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不可缺少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身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身份。其实我们从故事一开始，我们所读到38节就说有一个女人啊，这是和合本，他说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待他到自己家里。看到了马大很好客，看到耶稣跟他学生来，于是就说：“耶稣来喽，来我家做客。”马大身为一个家庭的主人，他理所当然嘛，好客，接待耶稣来，合情合理。而且如果马大没有接待耶稣的话，也不会发生后面这些事情。玛利亚也没办法听到耶稣讲道，所以马大做这件事情其实很棒，接待耶稣来。但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是，到底谁是客人，谁才是主人？到底谁是客人，谁才是主人呢？当然，在马大的家里，他一定是主人，他是大姐，他接待耶稣来，他一定是这个家中的主人。但是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想，
如果在信仰的角度，谁是主人，谁才是客人？我想马大接待到耶稣到家中，很棒，刚一直在说这是很棒的事情，但是他好像忘记了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他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是什么。他忘记了真实的身份是什么？谁才是这个家中真正的主人？其实我们看经文，他说马太事后的事太多，心里忙乱，他就来找耶稣，跟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我一个人在那边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恼。”好了，这个马大接待耶稣来，身为家里的主人，一定要准备食物嘛。就像我们有客人、有亲戚、有朋友到我们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热情的款待他们，我们也会很认真的去准备。所以马大做的很合情合理。但是这个时候，马大却跑来跟耶稣抱怨，抱怨什么事情？耶稣，你们看到我很认真哦，进进出出哦，在那个厨房煮好吃的哦，你们闻到那个香味。但你看我一个人在忙。我的妹妹却坐在那边听你讲道，都不来帮忙。耶稣他这样好像不大对哦，他这样好像不好哎。耶稣，你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你叫他来帮我啦。耶稣会告诉马大说什么？马大，你思虑很多。但是马大的声音啊，不仅仅包含了只有抱怨。我们看到他在抱怨嘛。我的妹妹不帮我，耶稣，你叫她来帮我。其实不只包含了抱怨的声音，更多的也包含了没有人肯定她的哀嚎，包含的更多的是没有人肯定她。你看耶稣在回答马大的时候，他没有先说马大，其实你做的很好。马大，我觉得你煮的饭菜很好吃。耶稣直接说，马大，你思虑甚多。旁边的门徒经文也没有写到门徒或者是这些在家里做客跟马大说：“哦，你这样忙很辛苦哦，你这样照顾我们很棒哦，我们被服侍得很好。”没有，马大不仅在抱怨，他更多也在反映内心当中没有人肯定他。我一个人做这么多，我好辛苦哦。我一个人服侍这么多，我一个人工作那么多，我一个人付出那么多，怎么都没有人看到？耶稣，你不在乎我吗？这个家庭人都没人在乎我吗？你不在意我这么忙碌吗？你不在意我做了这么多吗？你没看到我有好的表现吗？马大不仅单纯的抱怨，背后可能也含了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你没有看到吗？我做了那么多。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越有能力，越有才能，通常会做更多的事情，有时候可能也会更愿意的付出。但是常常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验，是我们当越付出越多，我们越做越多的时候，会发觉很疲惫，好像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付出，这个服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在顾，都没有人看到吗？都没有人帮助我吗？都没有人称赞我吗？马大的声音也包含了很多这样的哀叹在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月光下的十字架》，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他遇到了一些生命当中的难处，于是他去拜访了一个退休的老牧师，去询问他一些生命当中的问题。其中，这个老牧师他告诉这个年轻的牧师一件事情，他说：“你常常在教会服侍，常常在教会工作，你好像在厨房为上帝在烹饪、在煮菜，很认真，想要做得很好。但是无形之中，你好像把上帝踢出了厨房。他说你很认真在烹饪，很认真想要做得很好，但是却无形中把上帝踢出了厨房。接着他告诉他说，你的日程表是打开的，你的行事历是打开的，但是你的圣经是关起来的。侍奉、服侍、工作，你所拥有一切，曾经可能是你所骄傲、你觉得很荣耀的事情，但曾几何时，他可能已经变得很疲惫，而且不满足，甚至越来越做越失望。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要表现得非常的完美，
这个世界让我告诉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错误。我们必须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我们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我们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而有时候，当别人没有成长，我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做那么多，到底为了什么？但是从耶稣的回答，我们看见，事实上，耶稣并没有责备马大。我必须讲，马大这样的心情很合理，其实也很正常。但是耶稣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耶稣事实上有看到他做的，耶稣绝对有看到他的忙进忙出。耶稣没有责备马大，但是要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当我们看到耶稣他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思虑繁多？”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些字、一些词汇重复，代表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到耶稣叫马大，不是只叫一次说：“哎，马大。”耶稣说：“马大，马大。”代表连续叫他2个名字。耶稣非常的重视他，耶稣非常重视他所做的一切，耶稣重视他所做的服事。耶稣绝对没有忽视，也没看见。耶稣其实也非常的爱马大。刚前面看到的约翰福音经文说，耶稣素来爱这个家庭，爱马大，爱玛利亚，爱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所以耶稣也在告诉他什么？我其实很在乎你的，我没有忘记。但是更重要，耶稣告诉他：你做这么多事情，你被创造出不是为了做那么多事情去证明你自己。你做那么多事，你被创造不是为了要做很多得到别人的称赞来证明你自己，你被创造是为了我。耶稣说，这才是你真实的身份。当我们在自己的家当中，特别是心灵的家里面，只愿意把自己当主人，只愿意把自己好像装备得很完美、很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看见你生命当中的价值，你生命当中耶稣要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上帝的拣选，也不是因为我们是谁，我们在社会地位有多高，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特别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身份。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被创造出来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约翰福音1章12节，经文如此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耶稣的，到你的生命当中，信他名的，赐给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想，当一个真正愿意接待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人，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我想马大接待耶稣到他的家里，我想他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接待耶稣到你的内心当中呢？我想再次的强调，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定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做了什么服事，也不是因着别人的称赞、别人的鼓励定义我们是谁。定义我们的身份，就是那个造我们的那一位，造我们的那一位神，给予我们儿女的身份。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扮演了马大的角色，误以为努力争取、努力承担，才会被爱、被关注、被看见。但是，它往往可能会让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身份的价值是什么。在你自己的家里，特别在你的心里的家里，你自己是什么身份？是主人呢，还是邀请耶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个主人？再来，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可缺少的事情是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福分，是不可以失去的福分。刚才经文，接着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妹子啊，马大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着耶稣讲道。我们看见一个忙碌的马大，跟另外一个坐在那边安静听耶稣讲道的玛利亚，哇，很强烈的对比。但在这个中文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字没有特别被翻译出来。但看原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说他有一个妹子，马大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也在耶稣前面听着他的道。哦，你就发觉，哎，也坐在那里，代表马大跟玛利亚一开始也都坐在那里。
所以不是马大，耶稣一进来他们家，马大就开始跑去厨房，跑去各个地方开始准备，没有。马大一开始也跟玛利亚在那里的，马大一开始也跟玛利亚在那里听耶稣讲道，但是马大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听耶稣讲道，听到一半，想到哎，我的那个锅子上那个锅子炉火会不会太大，会不会烧焦啊？跑去厨房看一下，哎，又回来听耶稣讲道，听一听，哎，又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又要跑去做一下，再回来。但是玛利亚却从头到尾坐在耶稣的脚前。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你会发觉，马大并不是我们经文好像觉得他好像跑来跑去，没有，他也有在听，他事实上一开始也有在听的，但是却发觉他好像并不是那么样的专心，并不是那么样的专注，好像说我就是要这件事情。所以你接着你看，耶稣告诉马大，我们刚刚有读到，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可以夺去的。事实上这一句的经文，在原文当中，它有一个特别的双关语，就是耶稣要告诉说，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玛利亚选择了。实际上，这个双关语是耶稣在告诉马大说：“马大，你在厨房做的佳肴，做的一切的烹饪很棒，但是玛利亚在这里也为我们准备了一道菜，是你在厨房没有办法预备的。”耶稣告诉马大，你做的很棒哦，厨房的菜都很棒，但是玛利亚在这个地方也为我们准备了一道，是你在厨房没有办法预备的，就是那个最上好的福分。耶稣并没有否定马大的服事。刚刚也有讲到，他没有否定，并没有否定，但是马大选择了太多的细琐的事情，太多的烦恼，让他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焦点。马大忘记了什么是他现在真实应该做的事情。有本书由毕德生牧师所写，叫《翱翔基督》，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有趣，他说。忙碌是灵性的大敌。忙碌其实是一种懒惰，是不做困难的事，只挑容易的事情做，以自己的行动充塞时间，而不留心上帝的行动，是要自己做主。他说，忙碌是灵性的大敌。忙碌其实是懒惰。哎，你要想，哎，忙碌很好啊，每天都有事情，都不是很棒吗？这个牧师怎么说是懒惰？实际上，他也讲的是我们生活太多细琐的事情，太多烦恼的事情，不断的把你每天该做的日程一直填满，以至于没有留下跟上帝亲近的时间，以至于没有办法留下跟上帝有亲密交通的时间，不留心上帝的行动，只在想我自己要做什么，我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填满。而忘却了真正重要、真正应该做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找他的行动。我想耶稣在意的是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可以一起选择那个最好的。我想耶稣在意的是马大也可以跟玛利亚一样，选择那个最好的，就是耶稣他本身，就是耶稣他自己。像耶稣也渴望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跟他亲近，好让他自己先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满足。我想耶稣渴望我们与他亲近，与他有更多亲密交通的时间，让他自己本身可以先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满足。有一本书叫《以神为乐》。这本书的作者在里面写了一段话，他说：“当我们内心当中最深的渴望是上帝本身，而不是上帝所赐的各样恩典，我们就跨越了生命当中的一道门槛，越来越少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多以上帝为中心，越来越少只关乎自己的需要、自己所看见的。”越来越多关乎上帝本身。
当我们最渴望的是上帝的本身，而不是那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只看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只看我们自己想完成的，只看我们自己想做的，而是更多的关注在神的本身，而是更多以上帝为中心。我想这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作者他说，像跨越一道门槛一样，跨越了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障碍。当然，我想这是一个在现在繁忙，而且有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不断去调整，甚至不断去进行的一个时代，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忙碌，不论是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课业，你跟朋友的相处、人际关系、教会各种，我们好多事情我们要做。确实，很多忙碌的事情会填满我们生活当中的细琐。会填满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但是，当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背后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所渴望的是上帝本身，越关乎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本身，以上帝为中心，我想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我想我们要活出一个是以上帝为喜乐的生命，以神为乐的生命。我还记得我。刚从神学院毕业去当传道的时候，初出茅庐，还没什么经验那所以一方面带着期待，但是一方面也带着很多的紧张。到了这个服侍的教会，就开始在想，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服侍些什么我想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规划但却发觉。每天都在想，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怎么做比较好？我可以怎么样的规划？以至于好像有一段的时间，忘记了为什么我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所以应该不是师母告诉我的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问我，他告诉我，他说：“你快乐吗？”不是歌不是那个你快乐吗？没有，不是用唱的他就说你快乐吗？然后我就在睡梦当中就惊醒了，OK。于是我就躺在床上想，我快乐吗？于是呢，这个声音又第二次进来，他跟我说，你快乐吗？我就想。我快乐吗？好，那我就坐在我的床边，他在想我快乐吗？于是这个声音用第三次，我又进来我的脑海中说：“你快乐吗？”他问我说：“你快乐吗？”于是我那时候很认真的去思考，对我快乐吗？当然，生活当中有很多快乐的事情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却常常忘了，到底以什么为乐？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时候我必须回去想，我服侍也好，我工作也好，为了我的家庭也好，为了我的事业也好，我为什么而做？我为什么而做？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以上帝为乐？诗篇的诗人在37篇4到5节，他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以耶和华为乐。我们常常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忘记要以神为乐；常常在烦乱的思绪当中，忘记要以上帝为乐。我想认识跟相信这位神，不是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再次恢复和好而已，更重要是带领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以上帝为乐的生命当中。不是指我们跟上帝和好，重新建立一个关系。更重要是帮助我们重新进入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我想这才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不是很容易。我说特别在这个忙乱的世界，好像就像马大的心里一样，很忙，好多事，很多想要做的。但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让我们去再次思考。如何在这样马大的世界当中，人活出玛利亚的心？
在马大的世界当中，我们仍然活出一个如同玛利亚的心。玛利亚坚定坐在耶稣面前，这个行动是马大忘却最重要的事。他认为更多自己重要的事想要先完成，于是更多的思虑、更多的愁烦就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越执着，反而找不到方向；他越想要得到，却好像得不到。这个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什么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是那个无可取代的价值？什么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无可取代的选择？马大反映这个社会价值观，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完美，什么一定要都做到最棒，用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做。我好像才存在，我好像才成为一个人，我好像才可以得到别人赞美。但玛利亚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是客人，而不是邀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只是一直靠自己的能力去做的时候，就缺失掉了那个最重要的身份，以及那个最重要上好的福分。因为上帝祝福我们，因此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在马大的世界，我们仍然活出玛利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用他的话语，用他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以神为乐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在面前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繁忙、非常步调很快的世界当中，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计划，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以你为中心。我们要仍然以你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帮助我们。虽然在马大的世界当中，我们也要活出玛利亚的心，愿意时常与你亲近，谦卑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寻找生命当中正确的方向。也因着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个确据，就是得到那个不可被夺去的身份，以及那个不可失去的福分。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愿意回应主你的恩典，也回应主你话语所带给我们的鼓励以及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